今日係2025年11月4日，咁相信各位呢兩日最關注嘅呢，就係莫過於東張西望嘅報道裏邊出咗個超過15分鐘嘅報道，就係宣稱呢有疑似大型連鎖店，疑似呢係用一啲來歷不明嘅走私貨品供應俾自己嘅鋪頭。事件呢就令到香港一眾市民呢就到底去估啦，咁到底係邊一間嘅大型連鎖店呢？咁東張西望咧，首先就喺11月2號嘅晚上出咗一條大概20秒鐘長嘅預告片。預告片一出之後呢，基本上全世界都認為佢哋講緊嘅鋪頭呢，就係香港有好多間分店嘅壽司郎。咁點解會咁樣認為呢？呢條預告片又出咗啲乜嘢呢？係到底有片段啦、有實物啦，定還是有證人可以令到佢哋覺得東張西望係講緊壽司郎呢？然後呢個報道喺11月3號晚上正式出咗街之後呢，壽司郎就即刻喺佢哋嘅社交媒體嗰度發放咗一篇聲明，即時就指 TVB 嘅報道不盡不實，甚至揚言會採取法律行動。咁問題就嚟啦，嗰條片段到底有冇指名道姓係講壽司郎呢？如果有嘅話，咁片段裏邊係到底點講呢？咁如果冇嘅話，咁點解壽司郎喺冇指名道姓之下都要衝出嚟做澄清呢？係到底內容裏邊有影射啊，定係壽司郎做咗呢個此地無銀300兩嘅動作呢？而另外壽司郎嘅聲明到底又講咗啲乜嘢呢？而面對住壽司郎嘅聲明，東張西望嘅報道呢，就最終就喺啱啱嘅晚上，即係11月4號呢，就如期播出。咁到底成件事最後關唔關壽司郎事呢？如果關事嘅話，到底東張西望影到啲咩嘢呢？如果唔關壽司郎事嘅話，咁到底東張西望今次又會唔會上身呢？而另外，如果真係唔關事嘅話，咁點解東張西望又要用一啲影射嘅方式講到係同壽司郎有關呢？版主搜集咗啲資料之後，今日呢，就同大家講解一下。喺睇條片之前呢，咁就希望大家先留言支持，之後就再俾個 like 完之後呢，如果覺得條片係 OK 嘅，就記得 share 俾身邊嘅人睇，而未訂閱嘅就記得訂閱一個支持一下。希望所有入嚟睇呢條片嘅人呢，都做足呢幾樣嘢，唔該晒大家。咁首先呢，版主就跟翻呢個時間序，就講解翻呢幾日就到底發生咗啲咩事。咁首先呢，11月2號嘅晚上嘅東張西望呢，東張西望就喺最後嘅嗰段預告片嗰度，就出咗一條大概20秒鐘嘅預告，就話表示長期都見到有啲老人家利用呢個福田口岸同埋落馬洲，就懷疑走私一啲海鮮。咁預告片裏邊呢，就更加表示佢哋走私嘅就係三文魚，言之鑿鑿咁樣樣，仲要有人配晒音，就話呢呢啲係三文魚嚟噶啦。然後同時間呢，東張西望就對其中嘅一個發泡膠箱嗰度就嚟咗一個大特寫，咁發泡膠箱嗰度呢，就寫住08上環。而當時佢哋節目組嘅旁白呢，就話內地走私入境黑心食物又出現，今次偷運入境嘅竟然係魚生同埋刺身，事件疑似牽涉本港大型連鎖壽司店。咁坦白講啦，香港都有好幾間大型嘅連鎖壽司店嘅，咁就咁話懷疑某間嘅話，其實都坦白講，一時三刻呢，網民都可能只係會估下到底係邊間。咁但係發泡膠箱上面嘅08同埋上環店呢，就有網民意外地回憶起壽司郎當日開上環店嘅時候呢，就話上環店叫做8號分店。於是，一眾網民呢，就去到壽司郎嘅社交媒體嗰度留言，就話東張西望講緊嘅係咪你哋啊？係咪你哋走私三文魚啊？咁更加無獨有偶呢，壽司郎就做緊三文魚同吞拿丸嘅特價，咁就令到啲網民更加就懷疑，你走私啲黑心嘅三文魚，而家東窗事發啦，所以呢就搞特價，大就臨賣晒啲嘢佢。咁坦白講，壽司郎面對呢啲咁嘅疑問呢，其實就一直都冇出聲嘅。而直到11月3號，東張西望出咗個18分鐘嘅報導之後，壽司郎呢就終於忍唔住要發聲明啦。咁喺講述壽司郎嘅聲明之前呢，版主先同大家講一講到底11月3號東張西望報道咗啲乜嘢先。咁其實11月3號嘅報道內容呢就好奇怪嘅。點解咁講呢？因為11月2號嘅預告呢就講到明，就話成件事呢就疑似同香港嘅大型連鎖壽司店就有關。咁但係11月3號出街嘅報道呢，其實就完全冇提及到關邊一間壽司店事，又或者關佢乜嘢事，甚至冇提及到底報料人或者調查期間嗰間大型連鎖壽司店牽涉咗幾多嘢喺入邊。東張西望喺11月3號嘅報道呢，其實只係重點報道有啲老人家
點樣利用港鐵嘅漏洞、海關嘅漏洞，甚至關口嘅漏洞，去做到走私嘅效果，同埋報道到底啲貨嚟咗香港之後點樣分貨，又或者講解翻佢哋用咩嘅途徑去到指定嘅分貨地點。而且佢哋走私嘅物品裏邊呢，亦都冇預告片裏邊提及嘅所謂三文魚同埋刺生，反而就會出現一啲肉類啦、牛丸啦、茼蠔啦等等呢啲大型連鎖壽司店根本都唔會賣嘅貨品。咁其實報道出咗街之後呢，都開始有啲網民懷疑，喂，到底呢篇報道係唔係真係關大型連鎖店事？又或者指名道姓咁樣問，喂，到底係咪真係關壽司郎事㗎？喂，事關壽司郎應該唔會賣牛丸，唔會賣茼蠔嘅喎。咁當然啦，如果大家係有睇開東張西望，或者有睇開版主評論東張西望嘅話呢，版主都成日都會提及到噶啦。東張西望呢，為求收視，為博大家眼球呢，就會賣關子、賣預告，將一個報道呢拆開同埋拖長嚟講，就好似歐錦棠話齋啦，重複、重複又重複咁樣去報道。咁唔緊要，包括版主在內呢，都知道東張西望係呢個伎倆噶啦。咁所以呢，都唔緊要。11月3號晚佢哋第一集嘅報道出咗街之後呢，版主都唔急住去做片。咁只不過呢，網民等得，版主等得，壽司郎呢就唔等得啦。壽司郎就懷疑不甘被影射，就喺11月3號嘅晚上就緊急喺社交媒體嗰度出咗篇聲明，內容就係咁講嘅。關於 TVB 東張西望喺星期1 11月3號針對有水貨客利用香港壽司郎棄置嘅發泡膠箱進行非法刺身走私事宜，報道內容不盡不實，而且僅憑單方面資訊，在沒有事實根據作出猜測性報道，並影射及間接誹謗本公司使用走私食材，直接誤導觀眾及嚴重影響本公司聲譽，更引起廣大市民不必要嘅疑慮。香港壽司郎對有關媒體嘅虛假報道表示強烈抗議，並將採取法律行動。香港壽司郎重申，所有食材均嚴格按照香港政府食物安全中心有關條例及指引，並執行出品品質管控措施，確保所有食品及食具均符合衛生標準。有關廢棄發泡膠箱遭非法使用嘅相片，香港壽司郎極度關注，並已喺早前向 TVB 東張西望澄清有關事宜。1. 本公司所有食材均會透過指定嘅專業物流公司運送至各分店。本公司接獲查詢後已作出深入調查，經物流公司確認，照片中嘅人物並非本公司嘅物流公司嘅員工。2. 照片中嘅人懷疑係未經同意下拾獲壽司郎嘅廢棄發泡膠箱作其他用途。3. 相關商品斑點貴，已進行並完成所有清關手續同埋檢驗。4. 本公司已經喺月前提醒員工於處理有關餐廳廢棄之垃圾嘅加倍小心，以避免引起不必要誤會以及公眾疑慮。香港壽司郎將繼續堅守日本第一回轉壽司品牌嘅形象，嚴格執行出品品質管控措施，確保所有食物同埋食具均符合衛生標準，繼續為顧客帶來愉快嘅用餐體驗。咁好啦，當壽司郎出咗篇聲明之後呢，一眾網民就梗係繼續食花生㗎啦。而最多網民問嘅問題呢，其實就係問緊壽司郎，喂，壽司郎啊！其實人哋東張西望都冇講到明係你，點解咧？你喺度對號入座啊？係咪此地無銀三百兩啊？其實你係咪真係自認佢哋講緊你自己啊？係咪變相即係承認你哋有咁做啊？咁其實喺呢一方面呢，香港嘅傳媒呢，其實喺報道裏邊係做得非常之差嘅。大部分嘅香港媒體呢，都只係報道東張西望11月3號嘅報道同埋壽司郎嘅聲明，但係亦都冇嘗試去了解壽司郎發呢個聲明嘅原因。而版主差唔多睇晒香港咁多份報紙呢，就淨係得南華早報呢係有詳細去解釋點解壽司郎會懷疑自己被影射。嗱，而家版主擺喺度嘅呢張截圖呢，就係11月4號南華早報對於呢件事嘅新聞截圖嚟嘅。咁啊，雖然係英文咁啊，相信大部分網民都睇得明嘅。咁其實內容都好簡單。其實呢，南華早報喺報道裏邊都講到明，東張西望嘅預告片裏邊，其中有一個鏡頭呢，就 show 到有一個發泡膠盒，就寫住係裝三文魚上水分店，同埋就有一個分店嘅編號。咁基於呢啲資訊呢，就近似壽司郎嘅分店同埋分店編號，於是就開始令到公眾疑慮，到底東張西望係唔係講緊壽司郎？嗱，其實呢個 point 咧，版主喺呢條影片一開始嘅時候咧係有提及過嘅。咁啊，版主再講多次啦。咁原因咧就係因為11月2號嘅預告片咧，就影到一個疑似壽司郎用過嘅發泡膠箱，寫住08上環站。
咁但係咧，東張西望11月3號嘅內容咧係完全冇呢樣嘢出現過。咁所以如果大家淨係睇11月3號嘅報道同埋其他香港媒體嘅報道呢，其實就會忽略咗11月2號嘅預告片係有影射過壽司郎。而再由於大部分嘅香港媒體都冇詳細去解釋呢件事，於是咧就令到網民就懷疑壽司郎發出聲明係咪此地無銀300兩啦。咁喺呢度講翻轉頭啊，南華早報同埋英文虎報呢兩份報紙長期都被認為係香港公信力最高嘅報紙呢，其實就唔係真係冇原因嘅。咁有好多資訊，南華早報呢就真係會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唔會令到啲讀者呢睇到一嚿雲嘅。咁好啦，事件呢就嚟到今日，即係11月4號，東張西望就繼續播出呢個懷疑走私黑心食材嘅報導。咁原來去到最後呢，呢個報導就講解翻呢啲咁樣嘅黑心食材呢，就只係送去街市、商場嘅一啲鋪頭仔，根本就同啲大型連鎖店或者壽司郎呢係完全冇關係。然後佢哋仲要特登有一條片段走出嚟呢，就話去到某個大型商場、某間大型連鎖店嘅門口前邊，一早就有工人呢就將啲貨放好咗喺鋪頭嘅門口，而呢啲貨呢全部都有注明產地來源、注明喺邊度生產、邊間公司運過嚟等等嘅資料。咁所以講到最後呢，預告片又講到言之鑿鑿，就話同大型連鎖店有關係，原來最後呢根本就一啲關係都冇。而喺呢個報道完咗之後呢，佢哋仲甚至刻意去強調，早喺9月幾嘅時候呢，就已經去信壽司郎問相關嘅事宜。壽司郎呢亦都早喺10月嘅時候呢，就已經覆咗佢哋嘅食物係非常之安全等等嘅資訊，甚至再喺11月1號嘅時候再次致電俾東張西望，話俾佢哋聽，佢哋非常之重視呢個事件，甚至連到日本總公司都非常關注。咁即係話東張西望自己調查又好，壽司郎提供嘅資訊都好呢，其實東張西望就應該一早就知道成件事就唔關壽司郎事嘅。咁但係佢哋喺11月2號嘅預告片嗰度呢，又講到明，又話疑似同大型連鎖店有關啊，又特登出嗰張咁嘅相呢，就擺到明係想誤導市民，成件事就同壽司郎有關。咁在於版主嘅個人立場嚟講呢，成件事就好無稽嘅。冇錯，本身如果有人走私呢啲黑心食材，食物質素成疑、衛生成疑嘅話呢，東張西望的而且確係要報道嘅。咁但係如果明明唔關壽司郎事，但係又要指桑罵槐，然後又用好多疑似啊、有機會啊、有可能啊、同佢哋有關啊呢啲咁嘅字眼，目的只係博流量、博眼球，即係希望個報道多啲人睇嘅話呢。咁啊，坦白講啦，東張西望嘅公信度呢，相信又會再一步下跌啦。咁當然去到呢度嘅時候呢，相信東張西望嗰度又會有人跳出嚟。其實呢，我哋就唔算係新聞報道嚟嘅，嚴格上嚟講呢，我哋只係資訊性節目。咁但係如果東張西望成日都講叫人有事報東張，然後呢又話自己係揭發真相啊、報道真相啊咁樣嘅話，但係最後用啲咁樣嘅方式去博人眼球、博人關注嘅話呢，其實就同嗰啲專做標題黨嘅 YouTube channel 就根本就冇分別。做一個爆炸性嘅 topic 出嚟，等人睇咗先啦，唔關事啊，之後再算啦。最緊要呢有收視，內容同 topic 無關或者同預告無關，唔緊要嘅，最緊要有人睇就得噶啦。咁啊，坦白講，呢啲呢就唔應該係電視台嘅伎倆嚟嘅。作為一個電視台製作節目嘅話，就算佢只係資訊性節目呢，亦都坦白講要有翻相當嘅公信力呢，你個節目先至可以繼續做落去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咁其實以後呢，大家都唔需要睇東張西望啊，所以睇 YouTube 睇嗰啲內容農場啊，睇嗰啲標題黨咪得咯。咁唔需要睇你哋啦。咁啊，希望東張西望經過今次嘅事件之後呢，佢哋會檢討一下以後嘅節目製作到底係咪應該加翻少少公信力，同埋要檢討一下節目製作出嚟嘅真確性啦。咁好啦，版主嘅評論呢，今日又嚟到呢一度。咁唔知大家點樣睇呢件事件呢？大家認為壽司郎衝出嚟做聲明有冇問題呢？係咪真係此地無銀呢？又或者東張西望咁樣做節目有冇問題呢？預告就講到似層層同大型連鎖店有關，原來成個報道內容呢，就只係講啲鋪頭仔。咁大家又點睇呢？不妨留言講低大家嘅睇法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最後，如果大家覺得我係講得好嘅，不妨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啊！